法蘭西有聲好書推介。今日法蘭西有聲好書推介嘅書本係情緒價值。呢本書呢都係近呢一年啦，喺呢個誠品啊，呢個暢銷嘅排行榜之中啊，都非常之高排名嘅一本書啊。點解佢咁高排名？就係因為依家啲人成日講話情緒價值呢4個字。咁究竟情緒價值對於你嚟講有幾咁重要呢？今日想分享嘅其中一個 chapter 呢，就係情感投入3個原則，讓彼此更舒服自在。喺一段關係裏面，點樣保證精準投入呢？點樣確保自己嘅每一份嘅投入都恰到好處呢？呢個就係要涉及情感投入嘅3個原則啦。根據美國社會心理學家舒茨提出咗著名嘅人際關係3維理論，佢認為每個人喺人際交往之中都有3個基本嘅需要。邊3個呢？其中一個就係包容需要。包容需要講到嘅就係包容唔係無底線咁樣去縱容啊。包容唔係讓你成為冇原則嘅老好人，而係面對住對方嘅行為，用低預期心態，面對對方嘅情緒同埋需求，以高共情。低預期嘅意思就係要求你喺同人打交道嘅時候減少先入為主嘅期待。如果你同伴侶相處嘅時候總係經常抱住呢一種嘅講法，就係我唔講唔通你就唔知道咩嘅期望，咁好難唔失望嘅。一旦你產生咗失望嘅情緒，就會喺接落嚟嘅互動之中表現出嚟，受情緒左右做出傷和氣嘅事情嚟。書裏面講到一個例子就係，例如係紀念日到啦，如果你期待嘅係鮮花、蛋糕、禮物同埋燭光晚餐，咁對方喺任何一個環節上面都冇做到位，都會讓你有情緒。但係如果你嘅期待係對方記得嘅紀念日，能夠空出時間嚟食一餐嘅飯去慶祝一下，咁即使對方只係帶住鮮花出現，你亦都會心花怒放。不過千祈唔好陷入極端思維啊！包容對方唔代表你要無底線咁樣縱容對方，委屈自己。你可以預計同每個人相處嘅最低預期，如果低過呢一個預期，就表示對方觸犯咗呢段關係嘅相處原則，都代表住呢段關係並唔係值得經營嘅。而第二種嘅基本需要就係支配需要啦。佢講到強勢會成為關係嘅殺手啊！喺本書裏面講到嘅一個角色就係小米，曾經係公司裏面雷厲風行嘅女強人，佢嘅才華同埋努力讓佢喺職場上面屢獲佳績、光環加薪，但係呢一份嘅成就感就悄悄間喺佢心目之中種下不平等嘅種子。返到屋企，佢不自覺咁樣將職場上面嘅強勢作風帶入咗同老公嘅關係之中，期望事事都能夠由佢嘅主導去決策。當初老公出於對於小米嘅愛同埋尊重，選擇咗包容同埋退讓，以為呢一個只係暫時嘅現象啫，佢會隨住時間慢慢調整。但係隨住時間嘅推移，小米嘅強勢唔單止冇減弱啊，反而仲越嚟越似一股無形嘅壓力，讓到老公感到好窒息。佢嘅話語被忽視，意見被擱置，每一次嘗試溝通都被視為挑戰權威，兩個人嘅心就慢慢越行越遠啦。老公開始意識到呢種不平等嘅關係並唔係佢所向往嘅伴侶關係，於是老公提出要好好溝通。但係喺呢一個小米眼裏面呢，又成為咗冇事搵事挑戰自己。最終老公提出分手，退出咗呢一段讓自己感覺好難忍嘅關係。喺小米嘅世界裏面，職場嘅成功讓到佢習慣咗掌控同埋決斷，呢一種慣性嘅思維悄然滲透去到佢同老公嘅私人空間。小米未能夠意識到屋企唔係戰場，無需要以勝負論英雄。老公嘅退讓並非出於真正嘅接納，而係出於對愛嘅妥協。呢一種妥協逐漸去到累積成為無形壓力，最終導致咗關係嘅破裂。喺一種親密關係之中，任何一方若果試圖戴上強勢嘅皇冠，企圖凌駕喺對方之上啊，最終只會鑄就一副沉重嘅枷鎖，將彼此緊緊束縛，直至關係滅亡。強勢嘅人或者會喺短時間裏面產生征服他人嘅錯覺，但與強勢嘅人長久相處，就好似如同行走喺峭壁之上，稍有不慎就會粉身碎骨。真正嘅平等並唔係簡單嘅權力或者係資源均分，而係一種深刻嘅情感共鳴同埋相互理解。佢要求我哋喺關係之中摒棄強勢即魅力嘅誤解，轉而追求一種基於尊重嘅協作模式。喺每一次嘅對話之中，我哋都應該學會傾聽對方嘅聲音，重視對方嘅諗法。喺每一次嘅決策之中，我哋都應該共同商議，
尋求共識。喺每一次嘅分歧之中，我哋應該相互妥協，尋找雙贏嘅解決方案。咁樣嘅關係先至能夠讓雙方都感受到被重視、被尊重，從而激發更深層次嘅情感聯繫。第三就係讓到對方從關係之中感受到自己嘅美好。對方讚你好，但係你感受唔到，同對方讓你感受到自己係好嘅，你更加會中意邊一種呢？如果你唔知道點樣答，就睇下下面嘅兩個情景啦。非暴力就係用愛去說話嘅藝術，呢一個方法並唔複雜，主要包含4個簡單嘅步驟。第一，講事實而非批判，就例如係我睇到雙梳化上面堆滿咗衫，代替你總係咁亂咁掉嘢㗎。表達情感。第二，表達情感。第二，表達感受，直接講出自己嘅內心體驗，就例如係我覺得有啲沮喪啊，令到對方知道你嘅情緒狀態。第三，講出需要，指出邊一啲嘅需求係冇得到滿足，就例如係我需要我哋一齊去分擔家務，明確表達你嘅期望。第四，提出請求，用請求嘅方式而非命令嘅語氣，就例如係今晚你能夠幫手整理下個客廳嘛，咁樣更容易得到積極嘅回應。想象一下，如果第二個場景之中嘅丈夫咁樣同妻子講，真係辛苦你啦，親愛嘅，我哋屋企係幾咁溫馨，你嘅付出最大啦，嚟休息一下，剩翻嘅家務我嚟做啦。咁樣嘅表達，既表達咗對妻子嘅理解同埋關心，都話俾佢知自己想同佢一齊努力維護婚姻。喺同人打交道嘅時候，如果你識得去包容人哋，追求平等嘅交流，讓到擅長回應別人嘅情感，咁你就係一個人見人愛嘅高情緒價值嘅朋友啦。呢個可以唔係淨係講咁簡單嘅，你得從心裏面接受自己嘅唔完美，都得尊重別人嘅唔同。咁樣一嚟，大家都傾得開心，關係都逐漸去到拉近。做個高情緒價值嘅人，就係讓到自己同埋人哋都舒服嘅人。而今日呢一本書啊，俾我嘅提醒都好大嘅，我覺得，因為有時情感投入呢，有時自己都會蒙蔽咗一啲自己嘅界線啦，咁樣，咁啊一個比較對我嚟講係一個好提醒到我嘅就係包容對方，唔係要你無底線咁去縱容對方，委屈自己咁樣。有時以前喺一啲人際關係裏面咧，都有試過自己真係為咗去迎合人哋啦，而委屈到自己啊，即係咯，即係自己內心有屈住咁樣嘅感覺咁樣。咁所以呢，真係即係要追求一個平等嘅關係呢，咁其實就唔一定，即係唔可以委屈自己。有啲乜嘢就係要講，係啦。咁呢個先至係可以做到一個健康嘅人際關係啦。咁樣。咁而呢，我哋有時即係第三個，讓雙方從關係之中感受到自己嘅美好啊。有時候真係有時一啲語句啊，其實都係可以再修飾下㗎噃，咁樣即係喺人哋喺去到感受對方嘅嗰個情感，即係顧對方嘅感受啦。就好似第二個話做家務啊，咁我妻子做咗成日家務啦，咁啊對正喺度睇電視嘅丈夫講：今日 OT 到好夜喎，翻嚟執屋真係好攰啊，咁樣。咁跟住個丈夫就話啦：你又咪唔知我好忙，休息一下再做啊嘛。咁啊，其實呢樣嘢咪會導致咗容易鬧交嘅情況咁樣。咁所以咧就係有啲位係可以非暴力溝通。咁個非暴力咧就係講嘢嗰個藝術啊，係啦，即係可以修飾一下咁樣，即係唔係唔真實咁，但係呢樣嘢亦都係令到大家嘅關係會更加好啦，即係大家可以傾得更加開心啊咁樣。咁所以咧就係要包容別人啦，咁樣咁啊，當然唔係縱容啦，咁樣咁所以咧呢個而呢個關係嘅平等已經咁重要，呢一個嘅 chapter 同我講到啦，呢個就係點樣去做一個高情緒價值嘅人啦，令到自己同埋人哋都會感覺到舒服啦。好啦，今日呢個法蘭西好有聲好書推介嚟到呢度，下集咧仲同大家見面啦。咁希望呢一個 chapter 幫到大家喺處理人際關係感情方面啦，都係可以平等咁相處，亦都係去到顧對方嘅感受啦。好啦，拜拜。